本影片將示範如何透過稅務代表網站填報個別人士報稅表的個人資料部分。此部分必須填寫。為方便你填報，部分資料已根據本局的記錄替你預填。請核對有關資料，並作出適當修改。如你的客戶是非單身納稅人，請輸入配偶的資料。如果客戶的婚姻狀況發生變更而未曾通知稅務局，你可以在通知的部分選擇是並填上新婚姻狀況的生效日期。如你希望了解個別部分的資料，請點擊該部分旁邊的指南圖示。若要刪除該部分輸入的所有資料，可點擊該部分右上角的橡皮擦圖示。點擊頁面底部的補充資料按鈕可提供補充資料。點擊頁面底部的清除按鈕可刪除該頁面輸入的所有資料。